伫咧屏东有378个社区关怀据点，目前因为疫情关系，拢先来暂停咯。因也烦恼讲老大人踮伫厝内面无代志做，社工甲志工也想着讲，中昼时啊送饭菜时阵，会当准备一寡手工艺、甲种花作业，甚至教因做简单的运动，或者老大人踮伫咧处理防疫时阵袂无聊。 社工甲志工中昼送肉粽，互老大人过肉粽节，因毋但有通食，阁有作业爱做。是爱有种过对吧？对。好，来，你种好势，阁有大粽哦。新恒乡田阳社区的老大人，因为防疫，即马拢无通去社区据点。社工甲志工就利用逐工送餐的时阵，关怀老大人，有时阁会准备音乐。 一个老师带一个学员，保持安全距离，简单活动筋骨。访视的时候，他都说很无聊，很无聊。那主任就想到一个说移动式的据点，那就是号召我们志工，还有一些讲师都出来带动活动。逐工送餐甲访视的时间有限，所以出发进前，社工会准备一寡画图，也是种花草的作业。 先把材料一包一包款好势，互老大人会当踮厝内有代志做。创作做诶，搁含画啊，阮画，遐阮运动就对啊，运动手脚，运动脑皮。每工的送餐，搁来看一个吼，量一个体温，吼看讲有啥物无共款的无，教因做迄个园艺，教因骂老，互因手猫猫的较袂安尼老化。 防疫期间，屏东378个社区关怀据点，即马拢停课，烦恼老大人拢踮厝内，会真紧老化。真侪社区志工真大心，有的准备防疫包，有的是手工 DIY， 准备会当小叮当一个安心踮厝内防疫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做，屏东报道。